聽日係2025年11月23號中銀香港賽事日嘅，咁個焦點呢，當然係個3場國際賽嘅前哨戰啦。但係慣例嚟講呢，我哋都淨係觀賞嘅啫。咁呢啲級制賽呢，都係適宜小注嘅。今日呢，就想講第二場4班1400米嘅1號馬千杯不醉嘅。咁睇翻呢一場呢，其實其他對手呢都唔係太強嘅啫。上一場呢，喺3班啱啱增程呢，就去到1400米嘅。咁呢一隻馬上一場呢，就11檔搶前放頭啦，最後輸3個幾個馬位啦。咁睇翻呢，其實佢第二段嘅時間呢，就放咗20秒91出嚟，基本上呢，就快過標準時間差唔多1秒。咁最後都散唔晒啦。咁睇到呢一場呢，其他跟前嘅馬呢都散晒㗎啦。咁其實呢一場嘅形勢步速呢，就完全唔啱跑嘅。咁不過用得希威森呢，就有呢個風險啦。咁其實呢，今季廖康銘呢，都係一如既往咁樣急攻季初啦，好多側身馬呢都嚟得好快。咁呢一場呢，落到4班對手唔強嘅，我覺得呢，佢就有權挑戰下嘅。咁同場呢，就有2隻冷腳嘅選擇嘅。咁一隻呢，就係7號超開心，另一隻呢，就係14號嘅堅多福。咁可以睇下第一場5號加州勇勝告東尼有冇去馬啦。咁如果佢係得嘅話呢，咁就可以試埋第二場嘅超開心。咁啊博告東尼孖寶。咁都跟進咗呢隻超開心一段時間啦。咁就希望佢可以本利歸還。